台南市刑警大隊鎖定這名男子佇善化徛街，將伊逮捕，因為伊涉嫌違反槍炮管制條例。經過查扣，找出這支外觀親像手機仔形狀，經過警方將後的所在展開，竟然是有殺傷力，會當裝2發槍支結果的完整手槍。查緝關顯及陳顯2人到案，現場並查獲卡片型折疊手槍1支。平面型折疊手槍1支及子彈2發等證物，全案依違反槍炮彈藥盜竊管制條例移送台南地檢署偵辦。根據警方了解，嫌犯是對網絡購買手機造型的七套米，擱再來改造賣予別人。每一支手槍會當賺2萬到5萬不等，所以警方除了將嫌犯移送法辦，嘛翻到手槍已經流入市面，將親自追查相關的來源甲流向。台南新聞阮吉採訪報道。